人做过几桌的80，哇，那这样也是近那千人你以后要欸。办几桌？我以后一定是上百桌，然后可是你有确定我们要去吗？不是，结果没蒙音咯，是用来写。一个沙茶酱，沙茶肉中庸，哎绝配。可以哦。哎呦，就像我们一样绝配哈。对呀。你看香菊姐的脸，就还不想让你绝配。我们大概节目刮下来，有非常多秀美来了。对，秀美、秀满、秀珠。对。新妹、春妹，很多妹。金妹姐也是妹耶。这个也是妹啊，她也是妹。这个正妹，对，哦，正妹。你那什么火山爆发？你看你中人家板单呢，中人家板你单。这叫一般观众朋友有喜爱买啊！这是中秋节烤肉烤剩的。人家是这造型啊，跟直接切是做底的啦，客家个，切来就我食个泡开，动群众哦，你都动胸章哦，你是紧张，你看这个表情，你比他来紧张呀，有一天一定会心血管疾病。不会。Hello，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白橋。今日當歡喜來到我嘅故鄉苗栗銅鑼呀到邊，上到銅鑼，你會想到乜嘅東西咧？銅鑼糖講哦，有一隻蔬菜哦，當酒名係咩？按到乜嘅文化館啊？冇錯，就係台灣客家文化館。哦，呢到邊呢係太年社自動合適嘅哦。小朋友啊，像我都帶我侄子啊去那邊，因為他有透過一個遊戲啊，做得嚟學習客家話。哎呦，安好哦，安好嘅蔬菜，所以哦，觀眾朋友看完這個節目，哎，除了吃好吃的東西，然後全部都報名去參加。對，而且那邊還有後設的客家傳堂。哎呦，還有哦。對，下一次我們來去那裡錄影才對冇問題哦。哦。好啦，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秦玉鳳、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誒，大家好。歡迎。你好。還有盧準斌、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斌哥。看到兩個師傅來得了，我們票房保證。一定的，真的。票房他就輸給給保證。對，真的節奏很快。而且呢，特別坤家的帶來嘅私房料理啊，真件都學到很多。哎呦，應該好水哦，這個流不完呢。真件，最棒的兩位評審，等下先來看一下第一次料理嘅菜色係乜嘅。等下打開了，下來大家菜用下，今日就應該食菜係乜嘅咯。哦，芥蓮菜。芥蘭，哎，這個是應該係火鍋。應該咩？豬肉啊，牛肉，看個色啦，皮款。豬肉啦。羊肉。你太近了吧？批不出味道哎。批不出味道。因為很新鮮啊，假使又不用調酒哦，它那個腥味會有出來。好，然後今日我哋煮埋嘅看魚咯，因為因為有辣椒啦、薑啦、蒜條，可能係拿來炒哦。那到底是羊肉炒芥蓮菜，還是芥蓮菜炒羊肉？看這樣是等比例。嘅答案是係麻油芥蘭炒羊肉。哦，我用麻油來煸哦。好，要煸出新的菜色咯。等下先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。你逢水係兩表姊妹，鹹妹子、劉玉蘭子，歡迎。大家好。還有咱水今日分享到咩？東江嘅表姊妹，早上分享氣香曲咯，青春妹。青春妹。好像青春妹耶。誒，青春妹。歡迎，來看到我呀，大 V 嘅，兩位姐姐。平常時喺做乜嘅條路呀？有乜嘅休閒活動咧？然後做團員啊，各位做走上頭去草場上跳舞唱歌嘅。好開心哦！樣動好。沒有，呢年全部當幸福啊！係咪？係咪嗬？主要今日要馬啥夫節煮菜？用神呐，Q 下來，Q 下合作。反正嗬，拿出媽媽嘅面頭，拿出阿婆嘅面頭就錯誒，都做阿婆嘅嘛。做阿太，做阿太耶！你做阿太耶！阿太啊！他做阿太耶！我已經76歲了呀，76歲就做阿太，當好命誒！今日比賽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
俺老讲哦，看资料嘅时间，俺看到哦，我们这边市场又已经系做盘桌嘅哦，黑马沙、龙沙，龙沙居然做盘桌压力大了真的，每一次办桌的俺一直听哦，就觉得问题问，你们最多人做过几桌的？给我招个80， 80。哇，那这样也是近那你千人以后要呢。办几桌？我以后一定是上百桌，然可是有确定我们要去吗？不是，结果没蒙应咯，是用眼选。好啦，今年哦，记得係做盤桌哦，唔單止安用哦，記得自家做，還有學習女上嘅家長班嘅課哦。哎呦，真的很厲害！今天那主動厲害嘅才女哦，哈。好，冇問題哦。冇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馬上嚟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雅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如來到你嘅提盤咧，老英，我們先尊敬一下，老英先今年我搞嘛解？幾個 Q？出梅節做得冇？做得，幾做得吼做得。做得啦。咁而家老係教，又係老誒列陣咩？欠唔指教？我老姐姐教好咧。哦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剪刀石頭布 ，yes！預備開始，幾個 Q？幾個 Q？幾個 Q？yes！上來，唔怕，出梅節強棒來咧，強棒來了！強棒，哎，為什麼大家對於我贏沒有喜悅呢？因為這個故事的架構不對。好了，加油哦！先剪刀石頭布，幾個 Q？等一下，轉過來啦，幾個 Q？幾個 Q？黃記啊，黃記輪流。幾個 Q？強龍了，輸了。我哋要讓咧，好，那這樣子要贏的對贏的。讓嘅，讓嘅強下搞。好，那麼贏的對我嗎？好，好，OK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來，幾個 Q？黃記，幾個 Q？哎呦，你攞幾強龍誒？懂變嗎？救我！太快了吧！海鮮呢？哎，你秒殺他呢！哎呦！怕呀，他呢只有檢查1分鐘聽聽，等一下呢就先到牙藥片就開始比賽，好冇？好。好，劉碧姐姐，牙藥來做。幫我那個切姜嘛，切片個蒜頭切片。切片嗎？千萬切片。要刨皮嗎？唔是。好，差不多開始了。那這位切恰恰。其實開始。那你切片嗎？哦。水煮的吧？切安排片嗎？哦，吸泡地位做得冇。做得。體白又硬又難講切哦。恰恰安尼。哦，恰恰。很嚴格，哦，要薄又要斜。蒜頭我記切得我要片。用拉蒙。哎，運動可以。做得咧。可以，好來。哇，鬆一口氣咧。鬆一口氣，來蒜頭砍啊！切片。可以用切切片片哦。但是切得出有윤煎哦。真嘅嗎？係啊。好，有啦，我有都會做啦。你還有筍嘅饅頭嘅冇咯？有嘛？有哦。有啊。做你係筍心條好冇？我工作啊，先調好嘅啦，我拉嘅饅頭。哦，你不用來上你自家窮啦。山呢？你來幾多次？我拉27。啊，做得嗎？累啦。可以啊做得上我現在都會找比較小的了。哦，鮮牛。小鮮肉。 8、7、6、你根本就混淆我事情啦！ 2、1，時間到。唔怕。我們先休息一下，因為大家一定可以做很快哈。對。好，你們先過去。好，先過去。等下都做啦，好。哎呦，大家一定會看一下，除了兩漢就準備芥蘭咯，你係嘛嘅醬啊？老大家講一下。一個沙茶醬。沙茶肉蓉肉，絕配。可以哦。哎呦，就像我們一樣絕配哈。對呀。你看香菊姐的臉說，還不想讓你絕配。對啊，真的。好，兩下就應該做體育界，讓人講一下，等下有現做嘛嘅。讓我切姜嗎？切姜片。姜片哈。還有蒜片。不要再跟我拼好嘞，蒜頭咪切片啦，好嘞，切片是好嘞，時間是到嘞。計時開始。
那现在记得讲干净哦，你讲啊都摸好因为你啦。看他帮我先剥皮了，动动啊都很好啦，请听讲。你要给他讲话的机会吗？先对半切，哎，然后切片呢？咱们切片哦，切片呢？还用切咩呢？特炒加哎呦，好，还用啊，安尼还炒，还而且泡泡哦，哎，泡泡哦，哦，安尼，时间咪到咯哈。夹夹，哎，你们最后面会不会盖在姜啊？好，来嘞，我要切蒜片，蒜片哈，哎，蒜片切片，哦，哦这样哦，对，哦，咩泡泡黑吗？哎，很薄哦，对有进步哦，真紧呢。要调讲哦，动过哟，还是这样子，我们杀青的时候你办一桌请我们吃，动甜哦，我们不会来。就是我，就像我办摆桌一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嗯。诶，他会切哈，盖一点，不过我觉得利用给种朴实啊，看到那方面已经做懂度唔掉，对不对，香菊姐？真的。潘做嘅就懂后数脚，一下就很彩做嘅，冇錯。看見牛都唔掉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好嘞。我们大概节目播到现在有非常多秀美来了，对，秀美、秀满、秀珠，对，新妹、超多妹了，超妹，김惠姬也是妹，这个也是妹啊，这也是妹，这个正妹，对哦，正妹。你那什么火山爆发？你还中人家板染呢，中人家板你这染呢。叫一般观众朋友一奈买啊！这是中秋节烤肉烤剩的。没有，人家是这造型啊。潘做嘅就懂后数脚，一下就很彩做嘅，看見牛都唔掉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好嘞，完全沉浸在其他的世界。可以啦。好，木兰你时间没做对切的。係啦，做得你啦，係啊。好，做对。你下時間哦，係你唔應該都要改下遊戲係讓的哦。讓的啊。慢慢做，1分鐘。可以。勇敢英雄啊，勇敢英雄。我想要看那个速可以切的，可以赶快。潘总，我有那个速度，来咯。潘总棒没哦？你看，哇，跟肉片哦，大片却強龍態勢呢。真嘅。哇！我要問一下，該總不是哦，因為到外邊買肉肉嘅時間哦，真的比較少地方有在賣，那怎麼挑那個肉會比較好？其實買外國的就對了。哦。肉肉賣真的比較不會有腥味，因為台灣山羊也好吃。但是佢家嘅部，以某可能單因為可能嘅做嘛嘅東西，上幾條咧就是那個可能里脊肉嘅部位，可能嘅鋪嘅來做個羊肉爐啊來炒嘅，你可能嘅做嘛嘅東西就先嘅部位賣樣嘢。4、3、2、1，做得做咯，可惜哦。好嘞啊！你啊，繼續做啊，繼續做，可能先炒完用飯。卤我通菜。我是用眼就先過去哦。水滴亮，水滴亮。我先講你，好，我先講，甜甜做哈，甜甜做。來，阿聽下讓我們聽數。阿妹姐應該你做乜嘅？哦，烚嗰啲肉肉，去它的腥味係嗎？不是，我給點菜，我先烘過啊。他只要不同來。我切嗎？先切個。我先切。哎，問一下哦，因為該橄欖菜哦，該關哦，它的那個梗比較硬哦，所以分開來做嘛，時間是不是不一樣？冇強咯。有啊，你김惠姬家就講，通家時節光線落去。呀，先。我問一下牛腩街咯，做乜嘅肉肉會先加鹽嘛？啊，邊鹽就會鹽。我家頭會鹽哦，怎麼有些人放頭油誒？你冇強濃加一些油嘛，不用一些的油。好。油係啊。啊，加鹽加油，唔會變色。對。哎，你這個肉肉沒有切片哈。而且你有先滷過哦。味道香啊，入味。香，這就是前置工作，不宜看牛腩雞哈。可以啦。基本排泄呢。你憑什麼做料理？國家片可能哈。好 ，OK。啊哦。你看，給點菜很好吃，有一點苦苦的這樣。還好。很利落呢。先不愛啊。佢老間冇被從呢啲嘅盤裝冇可能。米酒油啲入面先食先。OK 啊，米酒啦，個油啦。係啦，米酒啦。哎呦，冇性格。佢哋唔會啦。唔會，喺度買嘅東西，嗱鹽崩啊，鹽係啊。哦。鹽梅啊，該盤嚟崩啊。盤只是用這個裝嗎？生品。好嘞哦。好，青菜好了。
哦，青青菜好了。我现在炒一羊肉了。连菜炒米就要牛就懂好食嘞，唔是干用啊。春妹姐做嘛？家橄榄菜然后用的粉块来炒。安尼较好等啊，下那个是较嫩，羊肉会比较嫩，没有这么老。做啲冰的，摊啲冰的。他那边人是那年，他那会走啦。哎呀，因为都盘粥嘅时间那个桌子很少，他们大部分都用拿。像他们做那个外面盘粥，他们都会时间很赶，对。做得食蒜頭，嘿，做对，因为小的做嘛嘅是做嘛嘅做对。快嘢食上飯啊做。等下，我大家講一下，喺中央地區就幹嘛嘅？錄嘛嘅東西。蛋白、沙茶醬、蠔油、米酒、湯一系列醃，很有愛心，很有愛心。哦，沙茶可以有醬，沙茶醬啊。加東西哦，這個味道應該還蠻夠的哦。來高啲咧，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哇，很強嘅色咯。因為就加油啊、鹽啊，我吃個食啦。玉蘭姐，你一開始講吼，你全冇做嘛個菜啦，冇那關係哈，沒有那個習慣。啊，你今天做這些是誰教你的？因為我來嘅都移民在教餐飲的。哇！你做嘛冇來比賽？我係我哋嘅節目係我同學陳瑞芝。瑞芝姐啦，还有简秀美，秀梅姐，我们大概节目播到现在有非常多秀美来了，对，秀美、秀满、秀珠，对，新妹、超多妹了，很多妹，金妹姐你也是妹，黑妹，这个妹啊，这个妹，这个也是妹啊，这也是妹，这个正妹，对，哦，正妹，好真的，哦，正妹，好，看你会天数吗？该，我會天數是。正妹都这样我的了，工作，不要搶我的工作。好，中药就聽我炒全熟可以嗎？对，還是可以。盡量係。因為如果假設炒到全熟，我們窮硬啊。甲未看佢家嘅部位，還有處理嘅方式。好，前面這樣哈。他以前不用煮给他兒子吃，現在也不用。過來吼，你下煮飯嗌都要學。你這個計劃好啊。好，先講意啦。哇！你看看一下，該中藥吼，你係 Q 最 Q 他們嘅時間。來嘍，厲害的來嘍，菜粥嘍。蒜苗還有沙茶都是羊肉的好朋友，對，真的。這種條。試下梅頭啊！我記得啊，你今邊係麻油啊，麻油芥蘭炒羊肉，跟麻油跟梅頭總得不應添好過去。對，但旁邊再倒一次麻油上去好了。因為沙茶醬凍好，不過今年嘅主題係麻油，所以我想一點點甜甜啦，一點點。好了，火關掉，加的鹹鹹。碎的哦。可以的啦，可以的。幫我加。誒，我冇食過眼 Q 嘅中藥嘅，嫩啦，嫩啦，都未 Q 啦，貪啱未 Q 啊！好，來，我們趕快過去，來，給，麻油有表嗎？我們要吃菜黑，有啊。我們要吃菜黑。哎呦，你咁少哦！我吃的是可以，我不知道可以嗎？可以，那就應該我給你兒子嗎？要打電話給他一下嗎？可以啦，他覺得 OK。嗶。好，走得啦，正妹覺得 OK 嗎？拜拜啦。對，好，走。嚟到啦，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出嚟吃食可能要鐵管啲度，乃木卡米西靠後色咧。你用解吹石不一樣哦。它好燥對哦，這很好水。好了，試試下。馮翠葉先來開試試。好嘞，看起來前面凍好看。真的。凍好看，個油油亮亮啊用。就我們通 A 啊，搶吹啊，都係劍條誒。濃嫩嘞！而且你有沒有吃到我的逛？等一下不能說我的逛沒熟，逛熟到一個程度啊。春妹姐，你吃到嘞？好什麼？好啊，凍好食咯。炒油凍油。有買一起卡做的嘛？有。哎，老娘來講第100組你就煮不誒，喊100組不很煮，係咪？專業嚟講。好，等下來賓是南翠耶。看住下，我哋食嘅肉片哦，真經叫弄太細咧，真經做盤做嘅欣賞啊。哦，因為人家嘅搶吹會沾到嘅米啊，都有幾種羊肉嘅香味到咧，香味到啊啲都當好食咧。都當嫩。那剛剛吼，
佢就用嘅係沙茶醬，就點綴啦。來吃到對方煮嘅樣板正咩？你想你土甲先港味，清江米，甲夾口舌，甲你嘅口舌。吃到兩最好食。標準的選美答案呢？對，菜較炒來較嫩較香。哎，對。好，競爭嘅時間又到嘍！提前呢先搶起司傅搶本分數。哦，咋個都係魯順便魯師傅搶不服輸。來，起司傅搶公平。我袂順啊，我拍到幾個加個沙沙像無聽到，是咯，無有幾個馬友的跟梅頭หั่菜哦，咩冇菜有嘿，所以我選到兩片。那魯師傅感覺咧？就是講你這個食的咧梅頭就講，有加咧醬料吼，而且梅頭來講咧本身來講咧，用出題目是係咧馬友炒咧蓉肉啊，所以我後用個煙梅啊，食到本來個香梅，後注意個香梅啊。好，故事呢兩個力度1-1咯，阿楊做的。你哋先休息一下，等下你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呢，我帶來買4個料理教大家。總鋪素滷菜，今日盧師傅帶來4個料理係乜嘅菜名咧？馬友橄欖蓉肉板蘸，冇食過它太半年啊！板蘸爆到地位，爆到裡面去，爆到地位，很好吃哎！我先預約2顆。好，冇問題。咁樣有準備準東西，你看，馬友嘛哈，馬友啊哈，配了嘅姜嘛，還有煮板蘸一條有了蔥油，好了橄欖有黃啊隻，是老雜切切開來，好了有燙頭嘅本去添油，了爆小米、玉米筍。好，還有香菇，遐是我哋先做好啲蓉肉，底部都有用到啲姜嘛，好蔥條、洋蔥，好用到米酒啊，好蘸調味料先做好咧，還有我哋嘅板蘸嘅皮，好，現包誒，現包樣嘢，好先包幾隻本台隻可能，因為要準備好樣嘢，好，可以是先來包。天哪，你那個浮誇盤子可以先端出來一下。走的。哎呦，你那什麼火山爆發？你係種啲板蘸嘅，種啲板蘸。你這樣叫一般觀眾朋友去哪買啊？豆腐蝦用只鑊都未做得啦，我相信觀眾朋友豆腐蝦要凍醬嘅鑊啦。這是中秋節烤肉烤剩的木炭嗎？而且係只造型啊！咁直接切是做得啦，係客家個。切來就愛切拋開。動緊張哦，你都動胸張哦。你是緊張。你講嘅表情，你邊下來緊張呀？我有一天一定會心血管疾病。唔係。盧師傅，你哋下做啲讓觀眾朋友教一下，用咩嚟爆嘅板蘸？爆板蘸，然後皮，可能一年的。全爆吹爆呢嗎？爆吹爆，每種咧調碳性，好爆調到到地百度，是效果一扎樣嘢，好一年以來。哇哦！你有爆咩樣用？爆起來，哦，天天咧研起來，燒一下，弄做得咧。你給他拍拍是不是？係啊，乖乖啊，乖啲啊！等下總得嚼出來啊，底部個餡料總得嚼出來，為了佢先講好了，那個實實嘅樣嘢。要計時啊！來，要計時啊！好，我要先準備好啦。講到會計時嗬。本太敢可以嗨！要計時冇問題啦，我爆好咧。所以先做到變到變相度，上個時些時就拿出來啦，樣嘢好夾啊，係要硬下落，實實注意薄是要咧樣嘢。所以你一下會做乜嘅咧？實咧板蘸。哦。水滾的不用落去。水滾哦，就做啲冰下去哦。哦。我哋水你冇滾嚟做，咩做咩調滾啊？哦。剛滾的時候，長滾嘅時間是做啲冰下去哦。下冇人裂掉。我來姜嘛，先來煸，吼，先煸沙拉油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哋麻油吼煸長久，它會浮。麻油的這個加熱的溫度不可以太高，好，總得調夠。所以我哋咧先停的去煎，煎到咧姜嘛香味啊，可以出來，好煎到要擦擦嘅這隻，長來下咧麻油。哦。啊，到不下的時節啊，因為我哋上次煸東西是會驚嘛，煸阿姨，哎，會散樣嘢。但是有看到煸是好咧，實到其他的東西底下去，結果咧香味全冇出來，係蒜頭啊、姜嘛咧香味全冇出來，所以我哋做咧不下甜甜的，好浪油甜甜的煎，
叫嘛要擦擦的哦，哈。见到了下个又擦擦啊，照照的样子。哦，做啲用麻油咧，做的餐都是做的用麻油用，还有记得啊，你切姜麻的时节用密纹来切，你个纤维才唔会嚼出来。是都好。哦，麻呀，下张油，标麻油，哦，也真見到10度咯，學到咯喎。哎，你張佢試住變嘅花後，叫佢出鋪嚟。哦，麻油梅頭出來咧哈，哎來香菇實實變下去，哦，香菇絲，來爆薯米，一出嚟甜梅的東西先來變，哦，還有咧廣味先變下去，你時間較好球嘅。來高湯準備湯來配湯，哎呦，死啦安多！哎呀，我睇板人你唔係上講，你壁嘅時間還冇按球呢，是用龜湯哦。做得做得，哦講佢溫溫啊。哦，精華程度嘅地位，對對對對對。你啊有時間開始來講你皮啦，吼，好你是糯米粉啊，先冰水，冰啲啲水俾叫成團，哎成團嘅時間啊，你要先研一些地，研一些地來煮。嗯。你啊，這樣子係做飯嗎？做飯嗎？斑媽就那冰到落去，你啊就切，切哦，切個樣子是做得咧，哦，你啊皮咧凍簡單，好，但是跳下煮咧熱細地凍重要哦，你啊斑媽是凍重要嘛，是會發酵嘛，發才會 Q 才會好食。哦，係咬好啲來哦。加冷水，加少水是不是高高咧？哎，聽個加冷水哦，係加冷水。斑媽啦。你啊滾啦吼，啊你對調味料一點點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哦，死啦安多。米酒，米酒，多一點。蓋子在打開。咦，嗌到豬他排麵會要講。做乜真咩講嘛嘅？酒嗌到豬排麵冇落椒。啊你講你係溶油，因為你先溶油，因為有點長素梅香啊，去個素梅。壓它的那個羊肉的味道。而且人家都要做料理，基本上都會加米酒啦。係啊，因為用因可能好米酒啦，誒，所以應該你是會加米酒。因為米酒煮過之後，它的酒精去掉之後，留下個香味。哇！地板有點肉馅嘛，所以應該你會研到哦。做你嘅料。但係喺個唔錯食皮嘅發出嚟啊。因為因唔好是個本身嘅皮，誒，肉做得做你嘅肉甲丸。白人的皮是都袂脹氣啊。哦脹還有蔥油。哇！我覺得你們師傅真的好厲害，係啊，好會創用乜嚟上到你一吐出來啊？其實是你係是啱你本來用你係做咧客家本身嘅放心嘛，本身可能啱你是你係會用芹菜啊來用菜，應該是炝些是叫你用芥蘭菜，對芥蘭菜。好，呢啲豆我先用到呢一豆去俾佢洗一下，等下撈本身強下，撩過來煮一下是做得咧。像你一食嘅時節，會加埋個油，然後再埋個東西。地背就加啲啲鹽，後煮啲水加啲啲鹽嘅時，記得本身冇背時要慳，哦，樣嘢是要慳咧。看這樣子，其實也可以放一點餛飩呢，吼。你都沒做得啦。麻油可以放火鍋料啊。做得啦，做得。馬干沒做得，沙發醬沒做得。用肉片未做得就對，好產到落水攞過來煮。啊，像你一板咱已經煮過，你還會煮哦？嘿，我幫佢轉下咧高湯嘅，做一下高湯啊。你就像客家韓白嘢，一般嚟講係標嘅茼蒿，然後佢溫個標嘅蓮菜。椰菜啊。因為咧嗰時變咗配色，哦，配色甜哦。又香又啊，豐。甜點解甜梅美酒哦？嘿，好，樣件事做得咧，哦，做得兩件哦。好嘞，好嘞。樣子產到咧，放在火山爆發上面。哦。那醬哦。嘿哦，你下吐出來就聽我選做你要做誒。哎呀，冇事啊，因為等一下讓眼睛哦水就皮誒，我樹影嘅水冇皮誒。哎呦。這頭條太棒了吧！來醬一下啦哈，你今天哦，咋個咧熱掉哈？有辦法端起來嗎？做得冇問題。好問題，好問題。誒，當場哦。麻油、芥蘭、溶肉、板仁。阿娘就好食咯。火山爆發
细节了，这看起来太棒了。烤台这个，冻伤会血台这个差点子那不然那痛死去了，对啊。哦，烤台这个吼，我伊讲那一种的咧肉肉啊，遐素梅啊好冲，好 A 是绵羊啊 ，B 是山羊。先猜拳，马上来猜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因为是 A 啊，还是 B？A 是绵羊哦，B 是山羊哦。 B，因为是我们 A 选是吗？ A。答案是 A。谢谢。肉肉的个素梅啊，吼，伊来自伊的特殊的脂肪酸啊，所以伊个面容的个油脂含量啊好多啊，比咧山羊好多，所以伊个特殊脂肪酸量吼好高，所以吃起来肉肉的素梅会好冲。他歹势啦，我牙给啊，哎呦，牙给付摊本。这个铜太厉害了。哇！啊，食到当清甜的米汤，是从是到按好吃的拌的盐。啊，这种像有点像哎呀，炒那个那个麻油鸡的那种味道。嘿，做麻油鸡虽然爱这种建狗该用麻嘛麻油啊，是种麻油鸡的概念呐，嘿。有独家专利的哦，独家专利。也给正经处理都当好，也给用用啊，迄个一般人讲给用熟米的话，也给呢适度唔会，每本人也只有当那个安尼吼。这边无班的也给用的给熟米，哦，嘛无班的吼，正经好食。家己关呢，蓝水老风吹一毕业，沙丁好了要紧张咯，也身材过后吼，下出来进行水杯面的一关咯。爱喜开族谱。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樣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混混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水杯面關，干嘛學我？哎，因为我们有默契啊。哎，今天冇讲吼，哎，冇讲啊。你看打过那个腔，这个同一步骤公款，还看看还有没有默契延续。我绝对不要講話。好，打開嚟咯，好，打開嚟。哇！堅持不講，堅持不講。啊，大家紅橋呢，來 P P 看。很強誒，銅鑼咧豆味嘅啊，希講咧個開始變寒嘅時節，太夾落咧豆味嘅，正經看到貴太片嘅，拍嘅拍雪雪窗嘅拍地毯咁樣嘅一個劇法，其實呢都差唔多民國50年嘅時間開始來種，兩下呢係變到全台灣味嘅嘅紅曲嘅故鄉，就一啲苗栗銅鑼。印象當中嘅紅曲係拿來泡茶誒。對。真的，今天就是比誰的茶文化比較好，是嗎？沒有啦，冇啦。泡嘅茶膏有含做了竹筒啊，茶湯嘛。啊，所以今日嘅主改料理係嘛改的？佢嘅名按到杭菊燒什錦菜，這道菜係做嘅健康養生嘅料理，哦，所以油嘅部分沒有說注意點嘅，哦，安迪啊，還有嘛個問題？等一下，黑講燒的話，跟講幹嘛順序嘅問題很用誒。順序是有啱啲嘅食材有該茭白筍、香菇、青江菜，撈該杭菊，哦，黑木耳、白木耳嘅順序，熟成度冇強容。所以你們大家燒嘅時間要順序用哦，吼，安啲咧，吼，燒嘅意思係一鍋到底落去燒，佢嘅梅頭就會綜合起來，乜嘅梅頭是油，吼。好，安啲咧，吼。出題目。題目係嘛嘅咧？用扮演台灣嘅杭菊嘅形狀好為飽滿混圓呢 ？A. 又添加藥劑 ，B. 乾燥方式冇強溶。先來猜拳，猜拳，不能說出哦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如人嚟啊！唔選啊，唔選啊，嘿。唔會停錯啊。B 啊，凍簡單哦，凍簡單哦。哦，那兩邊是 A 的嘛，哈。你看我們的正妹，哦，排些轉過咯。答案係 A。B。為什麼？我大家講一下。台灣所產的個杭菊油啊，以個燒放乾燥為主，冇另外按個添加化學物質。中國大陸則以蒸青為主，並進行
黏的形状较为扁平松散。好啦，球什么黑本来咧，噔噔噔噔，而且拿得很紧，太重复呢，所以才更需要。哦，对，没关系，也给时间检查6升没有摩擦清度，好冇？等下平时啲叫下来比赛，叫下来进行最杯米玩比赛咯。今日片两个姐姐吃完，也好先做嘛个？切香菇，切香菇，香菇呀，好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。哦，技师开始。好。火先不用落去。唔怕唔怕，一三斤走题，一三斤走，我不要切太薄好了。嘿，冇咁错。切甜泡会发吼，我怕它会变没有口感。嘿，可以吗？安尼鸡毛会可以拖来做成球咧。做成球的啊，哎呦，太卡都用太指甲有爱哦，哎呀。我刚才想说哈，茭白笋，第二个，我们把它这样子好不好？拔出来。好，我要孔盖片哦，天天都切啦，啦，我要孔盖片。这样的厉害哦，新疆菜都切好了啊。切白铁的，还要做埋破沙对吧？破沙吧。哦，该不硬硬么？搁切。该直接切是做得的啦，客家个。切来就我切泡开。动紧重哦。哦，我先切切。你要六六买的哦。你就动胸章哦。是紧张。你讲个表情。你紧张我啦。我哋给台湾嘛。要买的，切哈。哎呀，切，我喷还要泡泡。好，喷用好。喷。加喷些。哎呦。冲掉好，安尼。哎呦，哎呦，弟哦，好嘞。好，天界马上来做天界。天界冇马上。好，准备啦。好嘞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听到啦。换棒哦，冇马上。那切做唔得。你边下来紧张我有一天一定会心血管疾病。秋风冷落，水好大。只是春妹姐，你拿错铲子了。哎，对。 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听到啦。换棒哦，冇马上。那切做唔得。 你边下来紧张我有一天一定会心血管疾病。该毒水会撞起来。没人家也不要。香菇好咧，做得现烧咧，该火做得现开哦。嘿哦，你要差不多可以中火做对吗？有啥大有？哦，你下次做得切菜咧，吼，等有辣的时咧做得冰哦，哈。顺序走得稳吗？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那等下啷讲？好。海厨师帮我90秒左右问顺序没做得。我说地头一定要先下去，不要跳。等一下走得稳。用下边。然后可是粥嘛，香菇我可是先来冰嘛。火做得先开哦。先冰油啊。好了。好，快火。你还控甜开菜呢哦。是错哦。 香菇做得冰落去。啊，新歌啊，叫发表新歌。新歌发表会。香菇做得冰。切个木，你的是这硬的木哦，硬的木哦。好，按差不多那就孔盖片咯，好吗？做得冰，可能要冰嘛个，需要先冰哦。记得都让肾干哦。该底条木，底条做得先拿起来嘞，因为底条。几滴啦，几迄种做朴实呢。要安尼，就讲我要酒，弟弟。为了健康要喝发酵饮料。你还中火不怕吗？莫紧张好无？有这个还上班啦。莫紧张。哎呦，好。加啲。手火冷落。哦，痛。唔会啦，等一下假使前面有手火拉咧哦，那鱼都是好咧。高白顺手火冷落，可能水好大。只是春妹姐，你拿错铲子了。哎，对，好好笑。哎，做对啦，关系是好嘞啦。嘿咩？关系做对啦，系啊。因为秋火拉面乱唔差嘞，唔怕，做对啦。好香啊，好香。你行为哈。 你咪做咧厨师帮我，厨师帮我，厨师帮我。好，哎，等一下你们沟通。厨师来了。好，好，好来，开始唱，可是。梦因爱用因的啦。好啦。用你咪呀，冇个呀。你说，那厨师帮我。徐师傅，你要这点给他的想法。你要佛就啦么？有啦，该让个冰那厨师帮我。有用的是咧。其实
弄错地方，我还还蛮，因为两东西还蛮熟。干嘛结巴？突然变到安用音的，更有压力。嘛个还蛮熟。对，像一般的那厨师帮我是会甩光用吧，你还不是停停的做熟嘞？有啊，因为等于熟个世界上用90秒啊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时间暂停，你先去旁边一下。总的。啊，我一点通。一点熟。哦，一点熟。像了从台地的。他就去分众哦。我不管。哦。什么你不管？来过。啊，等下可以时阵人用香油炒的。哦，香啊，牙子不。牙不会吼。我按我稍微再煨一下，因为牙。还蛮熟，还蛮熟，现在它差不多熟些。它就差不多几分钟的时间，慢慢做哈。好，3、2、1，倒数30秒。好，冇嘞啊，冇嘞，结束嘞，谢谢大家。文一定要起架走了，文一定要起架走，嘿。我可以做了哈。可以。好，我们先过来哈。哇，我有在煨哦。要不要厨师帮我啊？我用吗？好。先确定我们刚刚失败的经验，先看有没有熟。好，可以。又熟嘞，张总，因为你得失去30秒，我会打熟来洗脸。先暂时一下，还不要。好，现在你先来。拍狗做得冰落去。拍狗不用嘛，拍狗不用嘛。等一下，他说等一下。哦，应该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呢，因为该行你老爱停手嘅时间，你实际老爱都个拍糯米冰下去，我拍糯米很时就冇切过呢。你冇吃过？好像呢。系啊，我上到就安太地咯。哦。你要用厨师帮我的吗？做得差不多咯。要不要先用厨师帮我？未做得半季做。系啊，未做得咯。要不要我抢厨师来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先准备好咧，做得继续咧吼。来，听他讲一下，厨师天数啊，厨师天数啊，继续考诶，厨师天数啊。哦，你还有做摆盘哦？对，我有先特别弄起来。哎，不该讲的还蛮不用呢。好。没了，只有4个。啊，这样调酒爽少，哦，放去又该，冇人夹吧？9、8、7、不叫本，不叫本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听熟嘞，听熟嘞，好。吹笔数哦，唔怕，等好嘞，等好嘞。好，先帮你炒一下啦，我先去照顾一下来改变嘞。帮你烧时候嘞，马上就烧，好烧。好，来看哇，好厉害哟！记得青江菜嘅那个逛哦，拿来做摆盘呢。哦，摆盘呢？系啊，摆盘咪冻肉筋呢。唔怕，等下我做。还就记得就加个调酒就上色呢。我眼问一下吼，两家姐姐的吼，你都要做盘做嘅时间就做过两套菜冇？有哦，三鲜。贵三鲜。可以。啊，会3鲜啊，到了可能2万上力。香油哦，香油。会3啊，了会勾芡吗？会便宜付吗？哎，冇安尼，唔是呀。哎，他送。还有一开始就讲该有抗菌嘅食物，所以总都同都便宜付。哦，所以有陷阱嘛，爱讲嘅有陷阱哦，吼。哇。好，来看改片，差不多。要不要盛盘？卖紧点。好，来看改片，好嘞。哇！你看我的摆盘，好有创意哦！你看正妹摆的，正妹。可以看到洗不停啊！可以给我一点你怎么都往下看？看到洗不那个停。糖可以给我。哦，昨天你看到洗不停啊，嘿啦。好，所以摆盘的哈。好，来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出来，吃色看来呀，最不迷关，那家张系你的太中谱嘞。家都有家用的哦，太家呢很聪明，老给红球发，拿了摆盘，对，来看一下我的花，这样摆盘我们是有我们的道理的。可是摆的蛮像的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对，真的。其实袂紧咯，记到了老美有眼你了呀。眉毛挺丑咯。好，吃色快乐到底，来。用这一袋。可以用的，对，很厉害。对，哈，这很厉害。好水。好嘞，那个拍干木米。
虽然不是猪骨哦，我来冻好你都有煮个拍个木米，它的那个胶质有煮出来。真的。有没有一起吃的嘞？很好吃。那香蕉对嘞，好吃啦。好吃。有满意吗？有啊。你讲这，哎，是哦。好，来吃吃看下南水的好不好？好，来我谢谢哈。刚爆梅做得起咯，哎呦，真紧啊！是养颜美容。哦。来，玉兰姐吃到嘞，好吃，有那个香味通通有带出来，带出来。各种色咧煮油，煮到肚好，唔会太熟，也太无太生，当肚好。那真紧哦，罗峰买挂一下哦，我切个香菇哦，个朴度吼、喷度吼，真紧嘟好。因为我们只切2刀，所以我冻好那香菇的口感嘛。是它都在位啊。没问题。好吃。好。红 Q 呢做的有多种变法，按照像是烩三鲜的方式呢，没黑一种后，第二时间呢就先向起司夫抢本分数。好棒哦！拜托，卢师傅抢本分数。恭喜！哇，谢谢。为什么？那就用 Q， 怎么会这样子？那上派两片的几个食材都一样熟程度都强咯。我的品是讲。今尾主食材係解杭菊，你幾條片嘅杭菊係解菊花茶有冇？下摸硬多，加長少，下摸幾個梅頭出來啦。啊，你一片可能要加下多，都有幾個菊花嘅梅頭要出來。對。所以幾個顏色都強濃，熟程度都強濃，所以我片幾個解菊花味下重，所以我片一片。菊花没做的润和，你比方说感冒的时候没做的湿咯。对啊。就是你们很需要，你们很需要喝菊花茶。啊，卢师傅也喜欢菊花吗？嘿，我你讲咧，以前啊係咧講杭菊嘅香味，所以我見到青嘅香味，所以我要兩片實體嘅先，我要做個試一下，好咧兩片每正差都是咧菊花嘅香味啊，喺就青咧香出香味都來到，可能佢會解染啊，就變好少一啲啲。好，結果撈個菊花嘅梅頭要拉出來樣嘢，就正差到個菊花嘅香味，其實兩片真做到凍好食啦。正差嘅時候才真正凍死呢哦。凍死。不過就好多啦，兩片都不錯啦。兩片都凍好食啦，不過有場時候喺比較之下，一個會有第一名，一個第二名。嗰時今日嘅比賽呢，風水得到3分，藍水得到1分。恭喜風水得到3000元嘅加菜券，哇！恭喜！還有吼，咱最近面嘅東方魚，昨天得到紅紅嘅獎品係麥飯時不沾碳缸平底鍋。哎呦，送俾你哦！昨天打算利用哦，做咧醬油派呢，係咪？所以盤州嘅些是卡定呀。這個大年啊，這大張伯謙。好，來睇下出嚟，兩班按歡喜來參加比賽，有乜嘅心情？先對老友大家分享一下。非常嘅歡喜啦！你講喺度平常都卡煮本去家前我嘅人生呢，煮係青菜煮，根本嘅青菜煮安好。根本嘅呢來呀，煮講乜個菜同乜個菜，乜個菜先落，也係同師傅學到當道嘅那個小地方嘅片鋪啊，要煮。主講見識當道，謝謝真美。來，玉蘭姐有乜嘅心對老大家分享一下？其實一條菜我都唔識煮，我都經常我一天來煮菜，我可能會鬧燒飯，結果我冇想到結果係我得到題，我感覺很高興，很開心。還有謝謝2位師傅的指導，謝謝。東方魚吼，昨天認識吼，東河嘅紅 Q 啊，還有香 Q 啦吼。然後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嘅先底係乜嘅？學到當道啊！學到乜嘅咧？啊，你煮菜啊！哦，人生哪到啊，大家其實也經驗嘅交流啦，吼，就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。東方魚吼，還有春梅姐咧。學習到做扮嘢嚟嘅步驟，真重要。也點愛當感恩很多師傅，安子生，係啊，未當感謝你哋梁生哦，做得安這樣，做得報名參加節目誒。好的，你哋不嘛都安尼記記哈。係啊，唔好，謝謝。希望你恭喜。好，依家指出呢最
可以就會看到太子家女一特別非常學習，寒假要強下來丟鬧熱。係啊，所以假使吼，那個蔬菜哦，咱就買個正咩啦，買個咩啦，買個咩啊，全做到咧夾嚟報名參加。冇唔錯，而家自助等等咧就係我夾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